講，喂，你信唔信何個新開咗大半世鬥場，開創咗幾百億嘅博彩帝國？但係如果我同你講佢一世人都唔賭錢，到底知唔知佢背後隱藏住啲咩不敗心法？定係仲以為佢只係經輸？我見過太多人輸咗錢之後坐喺度同我講，下一鋪一定得中啊！我每次聽到呢句說話，心入面都係同一個感覺，呢個人係大場最中意嘅客人，唔係因為佢有錢加重喎，係因為佢有情緒嘅人，係水魚，係免費送錢嚟嘅。賭王一生不多，偏偏賺盡天下賭客嘅錢，講，因為佢一早睇穿咗一個最冰冷嘅規律，德博從來唔係運氣，而係一場必輸嘅數學局。今日我會深度拆解何陸伸不全嘅家族鐵律，知點樣將身上恫嚇思維進化成莊家資產，鐵底集團。你人生裏面嘅損失螺旋。何鴻燊活到98歲，陳后講嗰一句說話：我一世人唔賭錢，但我知道賭博冇必勝。你諗下一個親手建立喺澳門博彩王國嘅人，睇住無數人喺自己開嘅賭台前輸掉身家嘅人，親口講出呢句說話，背後嘅分量有幾重？佢唔係驚輸，講佢係明白一件事，只要你落注嘅次數有多大數定律，就會機械化咁將你嘅錢一蚊一蚊咁過戶到莊，加到百家樂跟莊啊！優勢約係1.06百分比，跟閒係1.24百分比，聽落去好細，係咪？但呢個數字係建立喺每一卡 mark 幾千幾萬卡嘅重複落注之上，時間一長，數學唔會同你客氣，唔會因為你今日手氣好就收手，唔會因為你上有老下有小就網開一面，只係靜靜地冷冷地按照概率將你袋入面嘅錢清晒。賭王嘅第一條致富鐵律就係呢個，永遠唔好成為交稅嘅董客，成為制定規則、擁有資產嘅莊家。呢句說話唔係叫你去開鬥場，係叫你搞清楚自己喺每一場遊戲裏面嘅位置。你係擁有規則嗰個，跟規則嗰個，你係收租嗰個定係俾租嗰個？當你喺樓台上為咗一鋪莊閒心跳加速嘅時候，何生喺幕後笑緊，不論你贏定輸，只要你繼續玩，你嘅本金最終都會變成佢資寶上長賺長有嘅抽水利潤啊！呢個道理放出抌場一樣成立。咁市場裏面長期真正賺長有嘅，唔係頻繁買賣嘅散戶，係持續收管理費嘅基金公司。保險唔係買保險嘅人收保費嘅保險公司。超級市場唔係靠某一件貨賺大錢，係靠每日幾萬個客人，每人俾一點點利潤，日積月累，細水長流。個世界永遠係制定遊戲規則嗰邊贏。東王佢一早明白呢個道理，所以佢唔坐落去做水魚，佢坐喺幕後做莊。而你大多數時候坐喺台前面嗰個，我唔係要你自責，我係要你睇清楚一件事：你以前輸錢唔係因為你蠢，唔係因為你運氣差，係因為你根本唔知道自己身處喺一個由心理學同數學共同設計好嘅環境裏面。而呢個環境每一個細節，由諗氣溫度到冇窗冇時鐘嘅設計，通通都係為咗一個目的，令你留喺度繼續落注，繼續俾數學慢慢磨走你嘅本金。唔係輸俾運氣，你係輸俾一套系統。而想打贏一套系統，你唔可以用情緒，你要用更冷靜、更有紀律嘅另一套系統去對抗佢。呢個就係賭王家族鐵律嘅核心，唔係叫你唔好多。點樣用莊家嘅
思維去睇呢個世界，點樣將人生每一個決策當成一場有紀律嘅概率遊戲，而唔係靠感覺、靠衝動嘅低博。如果聽完大王一生不答嘅致富真相，終於明白點解以前越想追數就越輸得慘，不如而家即刻撳個訂閱掣，打開埋個小立撳，我保證呢個頻道分享嘅莊家防守智慧，今年睇到最清醒、最唔使交智商稅嘅乾貨。撳個掣訂閱關注，下一 part 我會直接話你知總身，留給後代用嚟鐵底斬斷損失螺旋嘅4條生命鐵律，條條都係血淚換翻嚟嘅真章。好，上一 part 講完賭王點解一生不賭，講完莊家思維同跌客思維嘅根本分別。而家我哋入正題，直接拆解何沃新留俾後代嘅4條生命鐵律。第一條間，永遠唔好為已經發生嘅低損揾藉口，要第一時間果斷站從咁。呢條鐵律聽落去好簡單，做起上嚟係大多數人一世都學唔會嘅功課啊！仲你有冇試過買咗一隻股票跌咗2成，心入面係咁諗？唔係噶，佢一定會翻嚟，我再等等，然後跌咗3成、4成，最後5成仲係坐喺度，因為你已經輸到唔捨得認輸。呢個心理行為金融學有個名叫做沉沒成本禁誤，咁係你俾過號已經輸咗，永遠攞唔翻嘅損失，點價咗你未來嘅決定。你唔係在等股票翻家鄉，你係在用未來嘅時間同機會成本祭奠一個已經死咗嘅決定。何勒新嘅做法係設定一條鋼鐵般嘅止損線，跌穿就走，唔問原因，唔講感情。業餘者輸咗會溝淡，越溝成本越低，越溝越有機會翻身。但佢哋唔知嘅係，你係在一個越溝越大嘅洞度繼續挖直業。玩家輸咗就認，因為佢哋知道保住本金先有下一次出手嘅機會。條命都冇講咩翻本，逼虎斷尾，唔係懦弱，係生存本能。斷咗條尾可以再生，清晒袋就冇得再玩第2條鐵律，避開所有令你感覺唔到痛嘅微細支出。好多人覺得買幾蚊6合彩，落個副注買隻仙股搏下博大，值得一呵。革新嘅睇法係呢啲嘢本質上係在慢性民食你嘅核心本金，仲要係最危險嗰種。因為你感覺唔到痛，每次輸100蚊，大腦唔會勁報，唔會話你聽你正在出血。但1年52個星期，你每星期俾100蚊落去，就係5200蚊消失咗，換嚟嘅係接近0嘅中獎概率。呢個唔係以小博大，係慢慢清袋，係今日你自己設計咗一個感覺唔到痛嘅。長期放血更大嘅問題係將注意力同精力分散咗落去呢啲勝率極低嘅噪音上面。當真正嘅機會出現嘅時候，你本金唔夠，精力唔夠，眼界亦縮細咗。急高頻率高抽水嘅產品係設計嚟俾你感覺物超所值，實際上係令你嘅錢以最快速度、最唔痛嘅方式轉移到莊家口袋。更條鐵律唔好賭運氣，要動勝率同賠率不對稱嘅長遠價值。呢條係所有職業博弈者同成功投資者共同信奉嘅核心原則。咁係唔係有機會就出手，係只喺概率對自己有利或者風險完全在控制範圍之內嘅少數時刻先出手。你玩嘅次數越多，大數定律就越快呈現。如果你係處於優勢嘅一方，多玩係好嘅。但如果你係賭客，你係處於劣勢嗰邊，玩得越多，輸得越準。職業玩家嘅策略係極度有耐性等待，等到數勝率明顯傾向自己，
嗰一邊先重注出擊，其餘時間按兵不動過。喺現實生活嘅意義係唔係每個商機都值得追？唔係每次市場波動都需要你反應。真正能夠漲賺搶有嘅人出手次數往往比一般人少好多，但每次出手都係在最有把握嘅時機防守至上，唔係保守，係在等一個值得出手嘅局。第二條鐵律，用擁有嘅邏輯取代蘇係嘅邏輯。何新賺翻嚟嘅錢唔係去享受，唔係去炫耀，係去買能夠持續產生現金流嘅資產，仲廢嘅，本身就係最好嘅例子。你唔使每日親自落場搏殺，單係擁有個底場，每日自動有錢流入你口袋。普通人賺錢係為咗消費各賺嘅姿勢，呢個循環裏面打轉揼兩。大王嘅邏輯係每一蚊都係士兵，士兵嘅任務唔係俾你花掉啊，出幫你賺更多士兵翻嚟。你擁有嘅資產越多，幫你工作嘅士兵就越多，你就越唔需要親自落場搏殺。呢個思維轉變，壯之唔係有錢人先有得到，係任何人喺任何收入水平都可以開始嘅習慣，分別只係皮部大細。好，4條鐵律講完。家，我想問翻你一個問題：你喺現實生活買股票或者重業入面，有冇試過因為煲心理不斷鳩淡，最後越鳩越淡，輸到褲穿窿，曾經好似壁虎一樣，嗰段斬保住條命，避開一場更大嘅災難？唔同嘅經歷背後係唔同嘅心態同決定裝起。歡迎你而家喺下方留言區分享你嘅真實經歷，不論係血淚教訓定係成功斬紅嘅故事，大家一齊交流，先可以避免繼續交智商稅。4條鐵律，你聽完可能覺得道理好簡單，係道理本來就唔複雜，複雜嘅係執行。好多人以為自己明白止損，明白唔好鳩淡，賺勝率高嘅機會先出手，但一到真實情況，大腦就背叛你。股票跌咗18分比，你理性上知道應該斬，但大腦會話等等講嘅，佢可能係假跌，再等多日睇下。然後跌咗15百分比，大佬話依家怎咪散死溝淡啦，拉低個均價彈翻就翻本，跌咗25百分比，你已經唔係再做決定，你係在期起。呢個唔係你蠢，係人類大腦在面對損失時嘅本能反應，幾十萬年進化出嚟嘅生存機制在作怪。問題係呢個機制喺原始社會可能幫到你，但喺金融市場佢會殺死你。所以你需要一套反人性嘅防守機制。浩新之所以能夠搶賺長，又唔係因為佢嘅大腦同你唔同，係因為佢建立咗一套規則，無論如何機械化咁執行，佢唔需要每次都用意志力去抵抗人性，因為規則已經幫佢做咗決定。你要學嘅唔係佢嘅智慧紀律，實際做法係咩？你買任何股票或者資產之前，先設定好止損線，唔係跌咗先諗，買入之前已經決定好跌到某個位置自動執行，唔問原因，唔等消息，唔睇分析師，佈局走。你可以喺心入面大聲對自己講，自身唔允許，我係咁做喎，聽落去好笑，但呢個心理立點係真實有效嘅。你需要一個比你嘅情緒更強大嘅聲音，走決你大腦嘅本能衝動。你仲要改變一個更深層嘅身份認同。從今日起，唔好再以鬥客嘅身份去諗問題，要以莊家嘅身份去諗。客諗嘅係今鋪我贏定輸，莊家諗嘅係我嘅規則有冇優勢，我嘅系統長期係咪對我有利？呢個轉變唔係一朝一夕急，你面對一個財務決定，問自己一句：
我依家係督客思維定係莊家思維？就係開始講到最後，撞接一撞起。我想同你講一件更根本嘅事，博弈到最後到嘅已經唔係牌，唔係股票，唔係錢，而係你對自己慾望嘅絕對克制。愚者係活喺兩個極端之間，贏嘅時候狂喜，覺得自己天下無敵；輸嘅時候絕望，覺得自己一文不值。佢哋嘅決定係由情緒驅動同冧嘅，係由多巴胺劫持。今日高興就重注，今日唔開心就賭氣落場，直到清代，直到冇得再玩。強者唔係唔會輸，係輸嘅時候唔崩潰，時候唔標。佢哋在鋼鐵般嘅紀律裏面機械化執行指令，對短期嘅喜樂冇感覺，或者準確啲講係有感覺，但唔跟感覺行動過。必就係業餘者同職業玩家之間最核心嘅距離。人生係一場漫長嘅隨機漫步，好多嘢你控制唔到，市場走勢控制唔到，經濟周期控制唔到，突發事件控制唔到。你唯一控制到嘅係你自己嘅反應，係你嘅止損線，係你嘅冧位大細。係你喺壓力下係咪仍然跟住既定規則行事，保住本金，就係保住你無限次重新出發嘅資格。你本金點在，你就永遠有下一次機會，願可以等到一個對你有利嘅時機去出手。本金清晒又結束，唔再有機會等。所以防守唔係因為你怕撞接一中，係因為你明白活得夠長先睇得到花開。最後我送你一句話，唔係我講嘅，係所有真正走過江湖嘅老前輩都明白嘅一句說話：撞氣。永遠為最壞嘅情況做準備，然後當最壞嘅情況唔出現嘅時候，一切都係意外之喜。仲有身邊有人成日買股票去澳門或者搞總要，你話俾我知，你最想分享今日呢條片俾佢睇嘅係邊一句說話？喺評論區留低，隨手一個分享，係幫佢避開人生一個大坑最重要一次提醒。多謝你睇到最後，江湖路遠，保住你嘅本錢，邊有資格？笑到最後，我哋後會有期。講完呢4條鐵律之後，我想再深入少少同你剖析一下。呢啲看似簡單嘅規則喺現實生活中咁難執行，到底係咩機制令到我哋一次又一次跌入同一個陷阱？其實呢個背後涉及嘅唔單止係數學同概率，更加係人類演化歷程入面累積落嚟嘅一套直覺系統。呢套系統喺遠古草原同洞穴裏面祖先賴以生存嘅法寶，但放喺現代金融市場同地場環境入面，就變成咗我哋最大嘅弱點。你可以想象一下，幾萬年前嘅人類祖先喺草原上面對嘅最大威脅係咩？係齷齪，係野獸，係突如其來嘅自然災害。喺嗰種環境入面，對損失嘅極端敏感，對即時回報嘅強烈渴求，對不確定性嘅恐懼，全部都有助於生存。你見到草樹有動靜，本能反應就係立即逃走，而唔係企喺度分析嗰樣嘢係兔仔定係老虎。你儲存到嘅每一啖食物，你都會死守降啊！因為唔知下一餐幾時先有呢啲本能，經過數萬年嘅演化，已經深深烙印喺我哋嘅基因入面，成為咗自動化嘅反應。但問題嚟啦，降社會，尤其係金融市場同執賬，係一個完全唔同嘅遊戲場地。呢度嘅規則唔再係即時反應可以應付，而係需要延遲滿足概率思維，需要冷靜計算。但可惜嘅係，你嘅大腦仲未更新到呢個版本。每次你面對一個損失，
你嘅杏仁核就會立即發出警報，你嘅壓力荷爾蒙，令你進入戰鬥或逃跑嘅狀態。你嘅心跳加速，血壓上升，專注力收窄。呢個狀態下，你根本做唔到理性分析，只會想即刻做啲嘢去消除嗰種痛苦感覺。而呢個就係溝談追溯所有毀滅性行為嘅根源。你溝談仲咁啊？唔係因為你覺得溝談係一個好策略，而係因為你忍受唔住甚面堆損帶嚟嘅心理痛楚，你要即刻做啲嘢，令自己覺得舒服啲。你追溯唔係因為你夠概率對你有利，而係因為你唔能夠接受輸錢呢個事實。你唔肯止損，唔係因為你覺得股票會反彈，因為止損就等於承認自己錯咗，而承認犯錯會傷害你嘅自尊心。所以你會發現，所有業餘氹客同散戶嘅失敗決定都係由情緒主導，而唔係由理性主導。佢哋以為自己喺度做分析，其實只不過係為自己嘅衝動行為揾合理化藉口。個就係何陸燊所講嘅，情緒係滯場最中意嘅客人心入面嘅真正含意滯場嘅整個環境，由燈光到聲音、提盤、圖案到天花板高度，由派牌速度到交換籌碼嘅流程，全部都經過心理學家同設計師精心計算過，目的就係要令你進入一個輕微興奮、輕微迷失、輕微脫離現實嘅狀態。喺呢個狀態下，你嘅理性思考能力會被削弱，本能反應會被放大，你就會更容易跟隨衝動，更容易忽視概率，更容易高估自己嘅控制力。而呢個時候，你就係最理想嘅水魚，不斷落注，不斷輸，不斷再落注，直到你嘅本金被數學定律同人性弱點聯手清空為止。但係未即係話，我哋完全冇辦法對抗呢套系統。當然唔係，何陸燊本身嘅存在就係最好嘅。反例，佢唔係超人，都一樣有七情六感，急接一臟氣。但佢做到嘅嘢就係用一套外在嘅規則去約束自己嘅內在，衝動佢嘅做法，撞接一撞起，本質上就係為自己設計咗一套外部控制系統。當佢設定咗止損線之後，佢唔需要再依靠每次嘅意志力去決定斬唔斬。規則已經講得好清楚，跌穿某個價位就係要走。呢個就係將一個需要消耗大量心理能量嘅決定變成一個機械化嘅程序，唔需要再同自己講數，唔需要再猶豫，唔需要再揾理由，因為規矩就係規矩。呢種做法喺心理學上叫做預先承諾臟器，就係喺你未受到情緒影響之前，先幫自己設定好行動嘅框架。當情緒真係出現嘅時候，你只需要跟住框架行就可以裝意志力。而意志力其實係一種非常有限、非常容易被消耗嘅資源。你每用一次意志力去抗拒一個誘惑嘅意志力儲備就會減少少。當你喺一日入面用完晒啲意志力之後，你就會進入所謂嘅決策疲勞狀態。喺呢個狀態下，傾向選擇最簡單、最舒服、最唔使動腦筋嘅選項。而對於鬥客同散戶嚟講，最簡單、最舒服嘅選項就係乜都唔做，繼續坐喺度，繼續等，繼續輸。所以真正聰明嘅做法，唔係同自己嘅大腦硬碰硬，而係設計一個環境同機制，令到正確嘅決定變得容易，決定變得困難。呢個就係點解職業執徒同專業投資者會有咁多儀式同規矩。佢哋每日嘅操作流程可能刻板到你覺得無聊、共有，但就係呢種無聊嘅一致性，保護咗佢哋免受自己情緒嘅傷害。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
咁係咪即係話我以後乜都唔使諗，跟住一套死規則做就得嘅？答案當然唔係咁簡單，規則只係幫你過濾咗大部分由情緒驅動嘅壞決定，但真正嘅成功撞起，仲需要你培養出一種對概率同賠率嘅直覺。你要能夠喺混亂嘅資訊入面分辨出邊啲係噪音，邊啲係信號，機會嘅期望值係正數，邊啲只係虛假嘅希望。呢種直覺唔係天生嘅，透過不斷學習、不斷復盤、不斷累積經驗先至可以建立到。何晡新之所以能夠建立佢嘅博彩帝國，係啦，除咗因為佢有規則同紀律之外，更加重要嘅係佢對成個行業嘅深刻理解。佢知道每一種遊戲嘅真實牌率，知道莊家嘅優勢喺邊度，知道點樣利用人性嘅弱點去設計產品。但呢啲知識唔係佢坐喺度諗出嚟嘅，而係經過無數次嘅數據分析、市場觀察、撞起同埋實戰檢驗先至提煉出嚟嘅。所以如果你真係想將賭客思維轉變成莊家思維，你唔單止要學識守規則，仲要不斷咁去問自己一個問題：我憑咩覺得自己今鋪會贏？我嘅優勢喺邊度？我嘅資訊係咪比對手多？判斷係咪經過嚴謹嘅驗證，定係我只係憑感覺覺得會贏？如果你答唔出呢幾個問題，咁你嘅出手就只係一場賭博，執博嘅長期結果只有一個，就係輸。所以每一次當你準備買股票、準備重要、準備做任何一個重大財務決定之前，停一停，總問自己呢三個問題：第一，如果我呢鋪輸晒，我嘅生活會唔會受到毀滅性打擊？第二，我嘅勝算係咪真係高過50%？第三，潛在回報係咪足夠彌補我嘅潛在風險？如果任何一個答案係否定嘅，咁就唔該你收手，等下一次，等到條件對你有利先再出手，會險起。記住，呢個世界唔會因為你急就俾機會你，市場唔會因為你可憐就係你。只有當你準備好嘅時候，當你嘅紀律同知識同時到位嘅時候，你先至有資格去捕捉嗰啲真正屬於你嘅機會。而喺嗰啲機會出現之前，唯一要做嘅嘢就係守住你嘅本金，不斷學習，不斷提升自己，不斷等。呢個就係何勒新一生不讀但賺盡天下賭客嘅終極心法。就係莊家思維同賭客思維最根本嘅分別。講到最後，我想再用一個比喻去總結今日嘅內容。嘅人生就好似一條好長嘅高速公路，而每一個財務決定就好似一個路口，賭客嘅做法係每個路口都衝入去睇下有冇捷徑，大路塞車就即刻轉入小路，見到前面有燈位就心急想爬頭啊！結果係佢不斷轉線、不斷加速、不斷消耗燃油，但永遠都係喺車龍入面掙扎，永遠都去唔到目的地。而莊家嘅做法係出發之前已經睇清楚地圖，知道邊條路最穩陣，邊個時間出門最少車，佢會設定好一個速度，唔會因為隔離線快咗就心急，唔會因為塞車就煩躁。只要保持住正確嘅方向同穩定嘅節奏，佢最終一定會到達終點，而且係用最少嘅消耗、最安全嘅方式到達。所以今日開始選擇做邊種司機，選擇權永遠喺你手上面。多謝你睇到呢度。江湖路遠，保住你嘅本錢，你先有資格笑到最後。我哋後會有期。